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行政院发布新名单，接任副院长王美花接任经济部长。黄建庭若正式提名做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讲会用党纪法律。行政院公布7月初特别设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一寡香港人早起嘛出面肯定。国际机场内底免税店头拢做无生意，新兴厂公司讲7月起会甲手的一寡店关起来，减轻压力。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陈其迈请示出阵参加高雄市长选举了后，早起行政院发布讲，副院长即回由原底经济部新名单部长落去接任，经济部王美花处长才升起来担任部长。行政院讲，这款安排才是一条因商人长年来伫咧经济这方面的发挥，出去会当大力贡献，推动咱国家的经济赶紧搁再振作。陈其迈请示副院长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行政院公布上新的人事，因为伫咧疫情的期间，带领翠岩国家队表现了真好的上强乌鸡送，也就是经济部长沈荣津接任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伫咧经济部服务38年，为基层做起。做过工业局的局长、经济部的处长到部长，5忙伫咧刷落来，振兴国家队当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在1个月之内完成60台口罩机的组装，那后续32条新增口罩产线，沈副院长的功不可没。未来呢，苏院长希望沈副院长对业界的娴熟程度，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耕耘，可以成为有政府拼经济的最佳助手。那经济部长嘛由现任的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来接。王美花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伫咧经济部地财局服务要20年，为局长做到经济部的处长，筹备监督甲推动智慧财产局的组织条例修正法，还佫有专利法修正案。伫咧对外经贸的方面嘛真熟手，伫疫情期间负责统整物资，做落来伊会用伊法律的专长，甲经济法规的环境做甲佫较周知。王美花部长同时也是法律人，对于涉及产业许多法规调整有独到的想法跟见解。朱院长呢，一向是拔擢9任公职，那从基层做起的优秀公务员。因为王美花的翁婿是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口传讲人事是有所考量，不过行政院是澄清讲，王美花做公职真久啊，甲翁婿是啥物人并无关系。即马王美花接任经济部长，嘛替内阁增加一个女性的首长，工商团体对这项人事案嘛真懊恼，认为会甲国发会主委蒋明鑫组成铁三角是真值得期待。沈明鼎甲王美花按算会伫20早起做交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早起陈其迈已经连续赶2位早市去拜票，国民党这边的人选，当初又搁加喊出一个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兄侯明峰医师。总是侯医师本人，只有是讲家己做万项代志，一向拢是平常心。19早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其迈登去高雄，开始市长补选的头一届拜票。第一站就去韩国路捌带玫瑰的石泉果菜市场，接落来搁去凤山肉豆公市场。无论是要翕相还是签名，拢会使表现出伊真亲切的风格。毋过高雄市今年有2届大选举，真侪人认为讲补选的投票率可能无悬。在6月6号的投票已经证明高雄是一个民主的伟大城市认真做，市民给你机会那假如市民对你不满意，他也会用最高标准的来要求你。国民党方面即马传出高院院长侯明峰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选之一，但其迈表示，伊家无分哪力，尊重侯院长的选择。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说讲，伊阿兄对政治是无啥物兴趣。我二哥一辈子的志向就是做好医疗工作，那他关心南部，关心东部，尤其他视病如亲的个性，他还蛮适合当医生的。我非常的平常心，对于任何的事情。外科医师都是非常的稳健。高院院长侯明峰本人嘛出面接受访问，针对这个消息，无直接承认嘛无否认，敢若讲守护民众是因后界家风，会以医治病人为优先。毋过民进党已经开始拜票，国民党却搁伫咧超人选，这时阵选战的脚步应该赶紧，才袂打开始就万人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总统府连面就要发布监察委员的提名案。照看监察院长的提名，进前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陈菊女士，那副院长是要提名捌做过台东县长国民党籍的黄建庭。但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就讲，都无先经过党对党协商，这款作风伊是唔敢领教。因这边嘛用党纪落去发落黄建庭本人。总统黄建庭曾经涉嫌过贪污，适合当监察院副院长吗？总统府案算19会公告监察院的人事，传出监察院院长提名的人是前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副监察院院长是前台东县长黄建庭。针对黄建庭的提名案，国民党表示真强烈的不满。党主席江启臣强调讲，民进党无事先做党政协商，无排除对黄建庭做党纪处分。尊重他个人的决定啊，但是这一切还是依照我们党纪的相关办法来处理。监察院人事提名案嘛引起在野党大力的批评，讲陈菊甲黄建庭拢无下任。黄建庭本身他自己都有这样的这个被纠正的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有涉案在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何能够这一个来行使这样的对公务员的纠举？很多监察委员本身自己就这个官司缠身未解。是你担任市长的时候，这些案件到时候你担任院长，成立了调查属实了，那你要不要辞掉监察院院长啊？黄建庭是即马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捌做过2届的台东县长甲国大代表。不过黄建庭过去的争议不断，伫咧台东县长的任内，美丽湾饭店的宽屏无过，煞继续咧施工。做立委的期间，阁收药商的 commission208万，而且阁甲退伍费施压。面对南亚反弹的声音袂少，民进党立委刘兆豪是出来讲，提名是想要化解压力的对立。蔡总统希望借由这个提名的人选当中，照顾到各方面的声音，也希望能够来化解让蓝绿之间的这样的对立啦。另外，民众党团嘛批评总统府的名单伤捌提出，而且监委的名单内底，阁有人有官司的问题。也若另外一个提名人陈新贤，嘛因为2008年校方断桥的事件，去互监察院弹劾。这个民进党无做出2016年要提出要废除考监2院修宪案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昨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嘛公布7月初1特别设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早起一阵香港人民出面肯定政府，确实有心要甲因援助。不过嘛，望讲办理的细节各方面，都爱抄实好，搁较有路咧。人权团体嘛咧要求，上届好连别国来请求庇护的人士嘛考虑参与，政府规期赶紧通过难民法考验。执行监督应有民间代表。行政院10月正式核定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7月初1开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会开始正式营运。针对这点，伫台湾的香港人团体肯定政府设立官方直接的单位，甲香港人斗3工。不过认为讲专案流程甲救济管道无够明确，提出援助香港人都爱定明确的流程。专案审查，也佫有执行监督应该爱有民间代表3个诉求。申请程序、申请流程、审核标准、审核机制以及救济管道，这些都是最起码应该要公开的项目。这个专案会是决定一个申请的当事人他能不能够在台湾拥有最后留下来权利的最后一个审查关卡。身为在台港人，知道自己所身处的岛屿，愿意挺身而出，接住民主的火种，捍卫人权与普世价值，是我们在危难当中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针对这点，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表示，香港人申请来台湾，会以个别的专案来处理。面对香港人旅行的文件、各种的状况，拢会当有因应的方式。专案实际的操作中，每个专案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啊，没有办法用一体适用的方式来协助所有的港人。人权团体嘛替为其他的国家来寻求庇护的难民发声，呼吁政府都爱重视，而且提出民间版难民法的草案，明确规范难民的身份定义。审查的流程，希望政府会当赶紧通过难民法来建立相关的机制。台湾政府一直会对国际喊说台湾 can help， 台湾 can help， 但建立一套庇护机制，正是我们可以帮助的地方。因为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民间团体呼吁各大党团会当提出难民法的草案，希望会当伫咧国会早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早起台北市高文体市长伫咧市议会报告讲，因为公用脚踏车U-Bike的系统要提升起来第二代，新旧机台脚踏车袂当通用，而且改换速度会加紧，明年底就要拢换好。另外关系台北大巨蛋的建设，郭市长嘛讲，负责施工的远雄公司申请继续动工，市府这边的审查已经接近要收煞了。台北市规划甲U-Bike系统准备升级到2.0版本。今年伫咧台大校园已经优先试办，市长郭文体则到伫咧市会专栏报告时阵讲 ，U-Bike 2.0整体使用满意度到91%，也加速汰换时程，减少定听期。自原本规划4年，缩短到明年年底进行完成。将来我们1.0要换2.0哦，原则上会从市北开始换哦，士林北投，然后再来是内湖南港，所以我们也是从那个使用量比较少、比较矮熟的、比较孤立的 area 开始试验。了后，预计增加800个站点到1200个。不过，新旧系统无相容，新北市又搁确定歪地做，双北共同生活圈面临挑战。郭文体强调，会优先以双北流通率较低区域来汰换。因若是1.0个车，还未到报废年限，会采取标售或者是让售的方式处理。另外，对大巨蛋复工案也正受关注。大巨蛋当年不是因为公安问题被停工的，它是因为不按图施工。它所以理论上，它一开始那是一个违章建筑，所以公安标准并没有去放水。郭文体讲，目前远雄公司透过重新申请执照、申请复工，审查也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过了会重新预约，不过也强调未放水，但是也未跳工刁难。对于未来营运，郭文体讲，室内会采取人流限制，上最容纳6万人，来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顶日新竹县议会绿党的市议员余小晶，伫咧网络针对县内要建设分化路这条案，批评议会藐视民意，结果刷起议员证人表决，该停权5日。这也是有史以来新竹县头一个互人停权的议员。余小晶本身是讲，伊是百姓一票一票当出来，只有人民才有资格来甲伊停权。拒绝议会多数霸凌！拒绝议会多数霸凌！手提着抗议的布条，画着口号，在新竹县议会头前声援即届扣停权的绿党议员。议会顶个月以19比5表决方式，决定甲余小晶8月10号到14号停权，别就是伊袂使参加后一届的临时会。我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唯有人民可以将我停权。这个条文根本就是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同时，在一个纪律委员会，就是只有一个县议会定的办法，他竟然可以把一个议员的职权停权，它是非常有疑虑的东西。议会秘书长指出，这处分案件完全是议员个人的行为，在民事顶悬妨害议会名誉。纪律委员会依照县议员袂使做出有害议会名誉的规定，该停权。到违反到新竹县议会纪律委员会设置办法第7条第10款的规定，就是妨碍我们议会的民意。这是经过有民进党及劳动党、无党以及国民党共同一共有7位委员来做成的决议。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议？是因为他的行为上已经屡次来破坏我们议会的纪律。照新竹县议会规定，只要有3个人提案，7个人联署，再搁透过多数表决通过，就使停止议员职权。这届议员扣停权处分，嘛是会使讲是历史上头一摆。余小晶强调，只有支持伊的乡亲才有权利来甲伊停权。到时阵，伊嘛是正常到议会参加临时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咱搁来讲，自从桃园国际机场开始运转到今，出入境的人数毋捌遮尔少。机场内底店头当嘛拢做无生意，经营免税店真出名的星兴昌这间公司，已经讲有去甲银行贷款，要来应付员工的薪水。7月初起，因来甲手下伫咧台中甲高雄机场内底所经营一半的店头关起来，减轻生理的压力。机场是规个空拢拢，免税店的业绩嘛是稀累累。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桃园机场旅客的人数减真济。19预测出入境的旅客敢若有2200人次，比星兴昌免税店伫咧桃园机场2300个员工要搁较少。很冷清，对啊，就基本上没什么人，既然来了就逛一逛。对啊。
为了收入，陈兴昌四界去办特卖会，还佫有伫咧网络卖物件，毋过也是无够用。面对全台湾6000个员工，陈兴昌表示，因是喙齿紧加咧动，佫甲银行借钱发薪水，除了500个主管拢减薪水，嘛决定为7月份开始，甲台中高雄机场一半的免税店关起来，降低营运的压力。民众嘛认为讲，企业都要长期来抗战。整个国际社会有800多万人确诊，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会再延续下去，估计可能到年底又有一波疫情了，所以这个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台湾最近疫情有较缓和，国内豆豆啊解禁，不过国际航班也是受到真严格的限制。除了员工的薪水，机场免税店也佫爱派机场公共服务医护的费用，甲国际各大厂商的合约，也佫有商品库存的压力。业者希望讲，边境的管制会当早日豆豆啊解禁，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纾困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一直管制经济确实会大损伤。昨日本就宣布讲，月底要渐渐开放一寡生理往来的外国人士搁再入境。不过目前按算有要引准的国家，那像无包含台湾在内。另外，法国的巴黎铁塔已经停业3个月日，6月25也要重新开放。搁有香港第世界出名的迪士尼游乐园，昨下重新开业，搁再接待旅客。It is my pleasure to allow all of you to believe in magic and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Hong Kong Disneyland is reopened. 米老鼠伫咧小飞象的飞机顶头向大家下手，还阁听到广东话的放送。伫咱5个月了，香港迪士尼乐园18重新开放，大人囡仔拢来耍。I think we've been taking this place for granted before, and now that we come back again, we feel like this is such a a precious moment that you never feel so treasured. It's a surprise for her today, so she's still in shock that we can come back to Disneyland today. 好開心啊！其實我都等咗幾個月，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年票㗎，之前成日都入嚟，隔咗幾個月咧，好掛住呢度，而家好似翻咗屋企咁嘅感覺咯。游客愛事先有hiệu，寫健康聲明表，入口的所在攏有感官儀，民眾愛掛水暗，4月攏有打水手，也有人舉牌仔，提醒隨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拄開放大型的巡遊表演暫停，看到米奇米妮的手，可能好像在粉絲真激動，也毋過愛小動的袂硬感染。雖然遊客數量也無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也毋過有約的人真多，拜六甚至是滿也變滿。感官互人期待，一個關已經3個月法國巴黎埃菲爾鐵塔，25日重新開放，計劃伫咧8月底要互營運全面恢復正常。We will open for 6 days just with the stairs, and after we will open with the lifts. 日本18日宣布月底要放定入境的限制。首相安倍晋三開防疫會議，決定來自疫情穩定國家的商務人士做過新冠肺炎檢測陰性，就符合入境的條件。日本即馬喺咧協商的國家名單內面有泰國、越南、澳洲加紐西蘭，不過台灣無在內。記者綜合報道。倒轉來關心國內社會消息。對2015年到2017年這3檔中間，僑豐銀行一個姓趙的銀行員牽涉到含伊的前翁通頭，佮配合5個地政士，就是大師，用厝價灌水的手段，甲家己所服務的銀行申請貸款，騙過手的金額頭尾有3億。昨檢察官約談了後，這個銀行員以30萬交保，伊的前翁是收押禁見。掛水暗頭無講話，就是中航銀行新店銀行的女行員，伊涉嫌加4箍的前翁，一個5位地政士，佇2015年到2017年，用假的房屋買賣契約，向中航銀行詐貸超過3億，台北市調處10倍約談17個人。來，走這邊，走這邊。檢方調查發現，4招的女行員甲8組房貸4箍的前翁。自2015年開始在雙北的中古厝，國家4州的地政士強模灌水厝的成交價，有關貸款的金額。4州的行員唔但是家己協貸，也涉嫌詐貸炒房。檢調也發現2人是無本地的炒房，其中有一間1250萬的厝被灌水到1900萬，結果提來貸款。3年來詐貸超過3億，24間厝被利用。銀行發現了，向檢調報案。目前有記錄的列管個案總共26件，其中1半已完正常貸款，其他案件會做看背加催繳庭事。
中央银行讲，代志发生了，已经积极强化不动产鉴价系统，透过依法记录认为的判断，避免搁出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北部一间军事院校内底一个教授，本身也兼咧担任研究所的所长，伊说拢对家己的学生滥药、换经甲骗扫，种种无礼貌的机智行动，卡来手来。学生一直吞忍甲摕到文凭，才敢甲学校申请调查，结果制裁嘛是记告甲免除所长的职务尔。早起受害者出面要求，这款老师该当就要改聘，袂当搁互伊假册来误人，这才有影。更夸张的是，隔着衣服轻按式的抚摸我的腰，长达10秒。被兼任所长的指导教授几落届教刷，这个同学生生受到伤害，烦恼无法度毕业。毕业了后，才敢申请性平的调查。我觉得我被剥夺了什么，完完全全的被侵犯，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屈辱的感受。毕业了后，看到教授搁伫咧群组内底写真太过的话，同学才决定向学校来控诉。但教授知影成熟了后，写批来回室内讲，若是学生有一丝丝来暗示或者是反应，一定会真紧来修正。然后昨天又动用各种关系去情绪勒索当事人，造成他3度的伤害。因为性平调查确定受害学生有3个人，但是敢若建议记过一届，免除所长的职务，同学才会选伫咧学校教评会20举行进前出面控诉。但是前一暗，甲担任军一个爸爸接到真侪电话。这为什么会暴露我的身份，甚至是我爸爸的身份呢？我真的拜托要帮我保护我的爸爸。我很害怕他们会秋后算账。因为教评会临时提早到今仔日举行，立委林昌佐认为记者会后问题，互大家看到，若无教授可能又搁互人轻放。林本嘛强调，教授是累犯，应该改聘。军事学校的性平案件未通报去教育部的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该马上来检讨。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讲到教育，有的学校伫咧早起学生拄到地，还未开始上课迄项新讲时间，也是讲放学了后，社团的时段内底会互外界一寡志工入来斗教课。啊，毋过等到家长出面讲，这学校外的人士早日来教教材，有的是伫咧宣传固定的宗教，有的甚至会攻击同性恋这款性别的意向，含人较无相像的对象。但嘛望主管机关都要加强把守。在我国3发现自己是女同志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收到了这份文宣，然后充满罪恶感。想起读册的时期，听过10大罪名当中，包括同性恋。何琪琪伫咧发现家己是同志了后，心情受到真大的冲击。伫咧各中小学的早自习、甲下课了的辅导等等的时间，可能有校外人士来执行教学任务。啊，毋过有学生甲家长发现，这寡课程的教材内容哪像无啥合理。小朋友就跟他讲说，不对啊，每个人都有相爱的权利。对哦，你们家里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不对？这样的家庭就不正常。晨光时间教唱教会的洗脑歌哈，这首歌这样唱哈，就是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他们是在正课时间演出圣诞戏剧。有家长指出，部分校外人士的教学甲教材，像讲手款，还有文宣资料，常常会出现违反宗教中立、性别平等，而且还有简体字的内容。这寡资讯可能违反教育基本法、性别教育法等等的规定，嘛有可能去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发展。希望教育主管机关会当加强规范。进入校园的教学跟活动，都必须要符合我们教育的相关法规，教材的内容都必须经过学校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机制。那并且呢，在实施课程的时候呢，原班的授课导师或者是导师都必须要在现场做一个专业的一个把关。国教署指出，已经伫咧5月份颁布注意事项，未来进入校园的相关教学甲活动，拢必须符合教育相关法规。若是这寡校外人士甲教材，嘛拢需要进行审查。即马嘛已经甲地方政府召开性平相关会议，加强宣导，维护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去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去予川普总统解除职务，但伊也写册逼出政府机关种种的内幕。不过，美国的司法部门是表示讲，Bolton所写的内容危害到国家安全，已经提出告诉，阻挡这本册落市面。结果，Bolton 却归去出面接受媒体访问，直接批评川普总统无能力，嘛无够格做总统。特别出版回应6位美国监管顾问波顿公布川普政府政策的内幕，册内底形容川普的情绪无稳定，而且嘛真公。18波顿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独家专访的时阵嘛，直接表明川普无适合做总统。I don't think he's fit for office. I don't think he has the competence to carry out the job. There really isn't any guiding principle that I was able to discern other than what's good for Donald Trump's re-election. 批评川普治国无能力，波顿讲甲美国利益比起来，川普更较要紧的是出场的机会。So if he thought he could get a photo opportunity with Kim Jong-un at the demilitarized zone in Korea, there was considerable emphasis on the photo opportunity and the press reaction to it. And little or no focus on what such meetings did for the bargain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针对强势17个月真无聊，川普同款真红写伫推特呛讲，波顿的新册全部拢是白贼话，而且真无聊。好佳哉已经甲伊合格，伊是一个只感觉毋敢若想要战争的戆艺。北京官员针对劳动署同款嘛是一点仔面子都无互伊，批评波顿出册逼消息，等那就是爱人家册了后想要来报完仇。He's doing it for the money. That's pretty clear. And my view is it's the Washington Swamp's equivalent of revenge porn. He got fired because he did not obey the chain of command, because his views were totally out of sync with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 respect to. 波顿册内底佮讲到，川普伫咧政人头前对中国强势，毋过其实也是真两者。颠倒捌向习近平请求协助伫咧大选当中连任。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未介入北国的内政。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内政和大选。17中美高层则伫咧夏威夷会谈，东港某美国贸易官员表示，要甲中国的经济分开是无可能的。毋过川普却坚持讲，中美完全分开也是一个选项之一。这个举动嘛，那就是咧反驳波顿册内底讲的川普对中国的假姿态。去川普讲拢是白贼话的回应录，还未上市的先轰动，就算美国司法部以国安做理由，想要禁止来发行，毋过却嘛无法度阻挡即寡已经去用公开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南美洲地土上界宽的巴西这国，近日来逼出第一家庭敢有牵涉到贪污食钱的风波，就是巴西总统的大汉后生，进前咧做地方议员的时，一个新北的骹手，去互检察官查着讲用人头报假账，甲政府清薪水，但警方也已经将伊抓起来。不过总统和面后生两个，拢有打出来替这个手下画冤枉。巴西第一家庭和贪污案件有关系，警方18以口座内底有不明资金流动做理由，甲总统波索纳罗的大汉后生，也就是即马是巴西参议员弗拉比奥的前幕僚奎罗兹抓起来。Disse que não existe isso e que nós estamos nos aprofundando agora no inquérito para podermos demonstrar definitivamente que isso não aconteceu. Ou pelo menos não aconteceu da forma que tem sido dita nas investigações. E por que aquele 奎罗兹是弗拉比奥伫咧担任地狱州议员期间的幕僚检察署，检方怀疑奎罗兹担任弗拉比奥幕僚期间，涉及无存在员工偷领薪水的案件。毋过弗拉比奥伫咧第一时间发推特替奎罗兹来辩解，认为讲迄寡偷食钱的调查，只不过是为着要攻击家己的爸爸波索纳罗。若是波索纳罗家己嘛亲身出面反驳奎罗兹贪污的讲法。Deixo bem claro, não sou advogado do Queiroz e não estou envolvido nesse processo. Mas o Queiroz não estava foragido e não havia nenhum mandato de prisão contra ele. 另外一方面，波索纳罗政府上爱甲人逐个内阁成员之一，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则被向家己宣布辞职。伊表示，即马毋是讨论伊辞职原因的时阵，毋过强调会继续支持波索纳罗。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国内医药的消息，来讲咱国内有一款叫做益乙婷150mg的药啊，因为内底一款成分若放愈久，愈会致使癌症。但即时也拢爱全面回收。卫生科的医师就提醒讲，同款会当替换药品还佫真侪种，民众千万毋通知头毋知尾，着家己大主大意，甲药仔冻起来，毋敢佫食。就是这款专门用来治疗胃烧、胃酸过多，12指肠顶医生的处方药啊，叫做月尼婷，模拟定150毫克。
因为药品的成分年年铁定被验证有致癌易氯的 NDMA， 所以食药署要求厂商自这么开始就要下季停止供应，而且1个月内要完成回收。它的含量是高出了我们每日的摄取量，所以我们发文要求中化它必须要做下市回收。食药署讲，经过药厂自主检验确认，这下季配合包括1720058、1720059、1720060、1720061、1720062、1720063、1720109、1720116、1720119、1720120等10批，总共720万粒。这个药品它的批号是用钢印打上去的，好，所以民众其实不是很容易去看。在左上角这边有它的批号，好，政府目前公告有10个批号要下架，像这个药这个批号就是不用下架的批号。这个药本来就是比较旧了嘛，那现在有很多新的药效果又比它好，那么副作用可能也没那么多，那么我是觉得医师还有很多别的选择可以用。根据食药署的统计，这种药啊，在全台湾的胃药啊市占率差不多1/4，健保伫108年的使用量差不多8000万粒。因若其他也有使用年年铁定的19间药品许可证的持有商，就在今年7月31日前向食药署提出安全评估报告。若无自8月初开始，也会暂停供应甲贩卖。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专柜甲销售人员的产业工会调查出，伫咧百货公司徛档换专柜这店头人员，其中都有将近60成要去百货公司发钱。上届接牵涉的理由就是出勤的问题。但工会这边嘛讲，就算处罚无合理，专柜人员因为惊讲工课受影响，普遍的嘛拢唔敢打出来反抗。一个伫中部某一间百货公司做临时工的19岁囡仔，下班的时阵袂记咧看电话，去互百货处罚1万块。伊知影讲家己有唔对的所在，毋过感觉罚的钱伤济，无法度负担。嘛有无共百货专柜人员袂记咧看电话，原本要登去关，去互百货通知讲已经到3工关掉，爱处罚5000块。台湾的专柜甲销售人员产业工会表示，专柜人员去互百货处罚是真事上的代志。前日来，因针对被裁专柜人员做调查，有超过5成拢有去互处罚的经验。是由楼管去做判定哦，就是这并没有就是一定的标准，完全就是看楼管自己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工会统计，3大集款处罚分别是出罚金、营运销售、行为仪表。统计受访者当中，远东百货、同一时代甲成功3月接过罚单的专柜人员分别是前3名。针对这件代志，远东百货回应讲，因为这份统计当中，甲所购买日去计算，所以人数较济，并无公平。百货立场是希望甲管理做好，提供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如果你不是雇主，你为什么可以去要求他出缺勤？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配合百货业来排班？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那个服装仪容？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不能够站、不能够坐、不能够喝水？这个都是雇主才有的权利哦。有学者认为讲，百货公司专柜人员算是专柜品牌的人，百货毋是专柜人员的头家。针对专柜人员来处罚欠执法性，政府会当思考修法来约束这类特殊的3方劳资关系，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环境问题，中央政府大力伫咧推动绿色能源的政策。云林沿海海岸嘛有能源公司去设大机风业的风力发电机，即阵发电机要搁运去到台西5条港遮，早起嘛引起庄内民众出面抗议。厂商的代表伫咧现场就保证讲，未含全面达成共识进程，绝对袂动工。要一百个台西乡5港村的村民，透早起要做风力发电的抗地边，因为村民不满能源公司要伫咧这个所在设置风力发电机，发电机产生的低频率噪音甲电磁波，恐惊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在地民众是强烈反对能源公司要伫咧村里设置风力发电机，因为伊的震动吼，还有噪音啦，有阴影啦，安尼啦。所以，离阮的社区吼接近的，所以一般大人反对无要做的。目前中央的规定是250公尺以上，就唔免经过这个环评，这是非常无合理的所在。台湾这么小，所以阮的在村民甲在代表村长、村民的意思就是讲，阮唔是反对绿能设施，要无你就拢伫海。
地方的民代表示，目前能源公司规划伫咧云林沿海申请要做200外个风力发电机，不过因为离岸风电的渔民补偿争议、甲环境的影响，这个议路拢还未解除，才会发动村民真正抗议。针对这点，厂商表示，伫咧甲村民有共识进程，未来动工。跟大家做好沟通，也大家造成大家的误解哈，所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做这个沟通的工作。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觉得对这些有压力，在还没有取得共识或理解前，这个我们自己都会来检讨，会来处理这样。即使他已经取得相关的施工许可，只要说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些部分有意见的话，那也请业者必须要再去跟民众做沟通。当地永实户表示，若是风力发电机运转的时阵产生震动，恐惊会影响到附近市的蛤蟆成长的状况，所以村民坚持反对能源公司伫咧溪湾边啊设置风力发电机。针对这点，分管府建设处嘛表示，最近确实接到袂少渔民甲永实户的陈情，嘛会甲相关的信息转互能源局，希望业者会当甲地方好好啊说明甲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锁落南，咱来讲台南市安南区都市计划游乐区，加讲计划要起度假村。6月初10已经通过环境影响的评估，紧接今年10月就要动工。不过这条开发案真接近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甲大港国家公园。地方的市议员就烦恼讲，这会影响湿地和乌面腊杯生态保育。但台南市黄伟哲市长嘛讲，会检查中央地方相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若是内容不足者，因会家己定自治条例，会相当斟酌的。这块地有6.3公顷宽，未来会规划设置旅馆、美术馆、休闲中心等等的度假村。这个月初10通过宽评，上紧伫咧今年10月份的动工。不过，几下的议员质疑讲，这个地点离大港国家公园，还佫有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真近，开发了后，可能会影响到4窟里仔的环境甲水质。质疑台南市政府无咧注重保育乌面腊杯。行政中心都知道，因为不要破坏生态，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开发，盖了一个行政中心。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居然可以让财团离我们的保护区这么的近？这个所在是台江国家公园、交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交四草国家重要湿地，紧邻这个隔离带38公尺。你甲想，这严重的代志，既然唔免二次环评，我安尼做，我绝对控制到底。议员阁批评讲，宽屏召开的时阵，台南市府嘛有派人参加，不过煞无人替保育乌面腊杯发声。针对这点，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讲，无排除看情形定自治条例来保护野生动物。不过，袂干那针对乌面腊杯，是会保护全部的野生动物。基本上是以观光为主，然后不要做过多的人为破坏，是采低度开发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关的法律中央已经有了，那地方如果要订定自治条例，是顺应中央的法律规定来做全方位的，包括所有的这个野生动物或是所有的鸟类的一个保育的自治条例，而不是针对特定物种的自治条例。我觉得其实这个需要性还有待评估。台南市都发局表示，若要开发，爱提出详细的计划，送去台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出流管制计划嘛由水利局伫审议当中。另外，开发案对生态也有环境的影响，拢有专职单位甲委员会来审查，通过了后，才会核发开发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去年花莲有民众去发觉一只，互鸟蠓仔梦到将近要断种的保育类的鸟只——游隼的幼鸟。但经过8个月照顾，这只游隼的幼鸟已经复原，胆也大汉咯。今日选伫咧秀林乡水源国小野放，放伊转去大自然自由生活。美丽运送箱内底，游隼要准备转去大自然，虽然已经互人类照顾8个月，毋过看起来真紧张，目睭擘甲真大蕊，不时甲视觉天开来警戒。工作人员甲伊带去空快运动场，门开无偌久就飞起来。它特别的是，它是全世界隼类里面体型最大，那可能也是飞行速度最快的。它俯冲在捕捉猎物的时候，时速可以超过300公里。这只游隼是去年10月份，互民众伫咧凤林山的山边发现，迄当阵阁是阿成鸟的伊，无说日去吸到鸟蠓了，险啊死去，叫送去花莲野鸟协会救伤中心来治疗。经过8个月照顾，经过兽医师鉴定，已经会当野放。刚开始它会主动来找东西吃，县政府会提供有鸡养殖的鸡心，然后据说就是2、3个月以后，它慢慢成熟。
就会怕人了。因为油准是足少块，以及保育类野生动物，根据资料，花莲在103年到今嘛甲野放过3届，所以当参加这届活动，老师甲学生拢真欢喜。我们人类介入它的生活的时候，原来是鸟类的影响是这么大，所以我很震惊。然后其实，在当下我们非常感动。花莲县政府强调讲，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家己说掠鸟网若是掠到保育类动物，会当处罚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3年以下。若是农民需要保护农作物，要来设置掠鸟网，是必须要向国公所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讲完，咱来讲台东5日节连续休4日，又搁是观光游览的大日。当台东县旅馆民宿的业者表示讲，5日节连带休热，房间拢已经互人反腐7-8成去啊！唔那呢说，风景地区游览车出入嘛是渐渐搁在加压，5路的人客又搁转来到台东了。台东县的热门旅游景点森林公园，伫疫情期间，大汽车停车场拢看袂到游览车，昨嘛过来疫情较稳定，开始看到游览车载游客来耍。东海花沿线风景区也开始看到游览车载人客。游览车司机的心情加真好。6、7、8月拢有啊，开始啊，拢大约我到20天左右。一个月走20天。这1-2个礼拜的确游客还蛮多的。台东县的旅宿业者观察，后礼拜5月做4天连假，铁路、航空的票拢真歹买。台东县饭店的订房率已经超过8成，暑假订房率也超过7成，游客开始回来啊。游客都开始陆续出门来台东游玩，所以订房率都是有一直增加。业者认为，自20开始，公路局宣布南回公路新草埔安朔隧道新路线，车速的限制也自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对台东县的观光旅游有加分的作用。另外，20台东县星空旅游正式自绿岛开始，绿岛的旅宿订房一直到8月拢是客满。这个台东县也有热气球嘉年华会，拢是吸引游客热门活动。台东县将会自5月做年假了，开始进入旅游旺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到台湾好佚佗，国情今日招你，同齐来听一条好听、趣味的台湾歌谣。这条歌叫做《宝岛漫游记》，歌词内容是真心实，咱一趴一趴详细来甲研究一下。见面，歌词讲。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台东的兄弟？台东是倚靠海洋边啊，要去南屿就爱坐飞机。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恒春的兄弟？恒春的兄弟，公园有垦丁、牛栏片，热带风景带着南方味。内底的歌词你安尼听，头前2趴咱就知影讲，一路往南继续讲。应该咱伫咧听台湾歌，真侪歌词拢是对北讲落南啦。结果这条无共款，尤其这条歌幕后一个典故、一个背景，就是咱知影即马真出名一条歌王咧唱《如果能够》迄个杨烈华语歌唱了真出名的杨烈。早前伊唱台语歌呢，伊头一个专辑是用伊本地的名杨尚福落去出版，发表主打歌叫做《爸爸的酒》。结果吼，这条《宝岛漫游记》排伫咧唱片第2面第6条啦。本来无要广告，结果煞大轰动啦。原因就是讲这条歌较早吼，这个曲大家已经真熟悉啊。伫咧早期，伫咧60年代，黄三元就捌唱过。对啊，国情啊，你讲这个歌词，我就感觉熟悉啊熟悉。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田庄的姑娘？对，本地这条歌小姑娘入城，共这个曲，人家改做《宝岛漫游记》。过来，咱继续来甲听台东公园、恒春公园，歌词煞落去讲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高阳的兄弟？高山的山顶看过去，大船小船出入无停时。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台南的兄弟？古都是出名担面，人人称赞，食到好气味。有影呢，国情啊，对恒春、对屏东、对高雄、对台南，一路安尼说起来，
啊有你认真甲听，因为这条歌吼已经将近40档啊啦，所以吼所注重的各地头的特色，甲即马原来聊聊有较无相共。讲到高雄无改变，高雄港高山看过去大船小船出入无停时，甲即马台南古都打面嘛阁真轰动，阁来往北来讲到彰化台中咧，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彰化的兄弟，附近是出产咸酸甜。大笔坐在山顶咧保庇，头顶着一顶草梨啊萁萁，迄个敢是台中的兄弟，要去日月潭上厝去，也是要去省府办代志。对呢，对日月潭、对省府去，这要南投一定要对台中，毋则歌词安尼伫咧写。啊，到即马吼，歌词变迁40年，台湾省的省府已经简省化啦，所以吼即马。台湾的省府办代志已经足少人要去啊，毋过较早歌词咧讲真趣味咧，要去日月潭上厝去，也是要去省府办代志，拢是对台中入去，实在真趣味。过来，咱来讲礼拜日，就是24节气内底夏至，迄天也有宇宙天文的机关天狗节日日全食会来发生。若要看好明，真有机会就是嘉义县市两边，但地方政府甲观光业者也拢举办欢喜庆祝的活动来做行情。空军阁会使出 F-16的战斗机空中来表演。便啊，南北二路的民众要去嘉义县市看天狗节日难得的情景，拢嘛真欢迎。战斗机飞过塔顶，互看到民众拢相当的欢喜。空军第4联队配合着嘉义县市政府6月21号10日的活动，会安排2场战斗机的演出。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嘉义的水上空军基地，能够有 F-16的战机来帮我们冲场的演出。大概在4点50分左右啊，我们就会飞过我们北回归线的上空。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相机准备好。抓到最难得一见的镜头。4日的天文奇景无看到，都要搁等将近200年，所以即届会看到4日的县市，亲像富林、嘉义、台南等县市，全部拢真用心，配合推出优惠，刺激人气。在饭店就可以看到日全食，我觉得非常的棒，不用人挤人这样。即马拄啊蚵啊当上肥当肥，吼，拄啊北方过咯来当肥当好食。4日的发生主要是月亮夹甲太阳甲地球之间砸着太阳产生4日的现象。推广天文研究的老师就呼吁大家爱把握这个难得的观测机会。下一次如果要在台湾再看到日环食的话，就要再等到2215年。好，那这个是所以今年的6月21号日环食，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是相当珍贵的一件事情。6月21号，嘉义县市拢举办各种活动来吸引游客，希望透过观赏4日奇景的机会，提升在地观光产业的收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嘉义公园，咱来讲南投。目前南投县环保局每一天回收的县内喷水都20吨，但为着要减少回收的无用，甲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县府嘛改良出研究喷水的桶。互民众踮伫咧厝内，就当直接用喷落去做堆肥，再搁摕来种菜。确实尽量要大家一减二顾。甲泡茶泡了无爱滴的地叶，也佮有食剩的果子，放入去一台专门分解喷的机器，经过勘塑、成分分解，也佮有杀菌了后，正做肥料。这种伫咧市面上特买会到，会使放踮厝分解喷的机器，真利便，也通好减轻喷对环境所造成的负担。办公室的厨余量的部分，如果说是最大日的话，有时候会有4、5公斤这么多。如果丢到垃圾里面的话，也是会增加我们南投县的这个垃圾产生量。除了这台便的机器，这阵南投县政府当咧研发更较环保的喷桶，加大卡蓝色的塑胶喷桶，四周围立空，用水管种菜色。民众只要把喷倒入去桶仔内底，喷一寡有分解作用的菌，然后把挂盖起来，互伊发酵3礼拜，再个照比例透水，等喷内底的有机物质分解完成，就会使压菜，正做是食物成长的养分。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试验一个，就是属于半自动化器材比较简单的一个人工的一个等于是说堆肥的一个方式。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把它推广出去。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环保队逐工收回来的喷就有20吨，即阵若顺利研发出改良式的喷桶，未来民众就会使伫咧徛家附近较空旷的所在，用喷分解了后的物质种菜色，压肥佮兼顾环保。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好厉害的白狗虾。
中兴大学研究出一款名叫深度户歪白虾的狗虾，伫咧咬人的速度1秒间算起来有132公尺的紧，平均测时速就是475公里，比较高铁真蹦还较快。这也是目前世界所在动物体内机械功能运动了上界紧的记录。咱嘛做伙来了解详细。画面当中的红狗虾，挖苦这只体型较大的白虾，马上被弹出去。这只白虾就是新杜甫歪白蚁，小白虾所有遐尔大的力量，靠的就是蝶怀大的结构甲机制。而透过超高速亮眼机的记录，翕到新杜甫歪白蚁大的运动过程。研究团队表示，创下目前已经知影动物机械功能运动的上紧纪录。132公尺每秒的话，换算成时速是475公里每小时。这个材料是非常轻的，然后它力量呢，也够大，所以说它就可以爆发出产生一个这么快的速度。研究团队以原子笔更注指示，这款的歪白蚁弹动大颚，唔但更子笔弹开，家己嘛被射出去。蝶怀大颚利用其中一头来吸压，能量集中了后释放出来，速度换算比高铁上紧的时速更较紧。研究团队表示，这款台湾原生种的新杜甫歪白蚁，为着防御狗遐禽鸟，蝶化所行为甲结构，嘛是生物力学当中上重要的成果。它相对之下可以用比较少的力，还有比较少的能量，来达到更快的加速度跟速度。未来如果我们有需要在很短的距离里面进行很快的加速或者速度的话，那也许这样的结构是能够有助于我们来设计这样的机构的。研究团队指出，因为特殊结构甲体型真细，在无损真细条件之下，大型未定会使讲完全转化做动能，嘛产生真大的能量。而这项研究近期嘛已经刊登伫国际期刊，嘛有伫特别来质量以及结构方面的研发以及运用。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目前台湾市面的芭乐，就是珍珠芭所占的比例上普遍，大概95%。啊，不过热人珍珠芭品质有较无稳定。农委会高雄改良场用去10年，发展出新品种的真脆芭乐，肉厚个个圆又搁耐放。农民讲，若种来外销，确实是真有利。日头之下，芭乐树枝半开，搁较会当通风。一年半树仔就生做比人搁较悬，结成大量的果子，逐粒拢圆滚滚。这是高雄农改场投入10年育成的新品种，高雄2号珍翠。毋若产量比主流品种珍珠芭乐加2成，伊的肉厚度嘛增加2成。农民认为，伊正有外销的竞争力。较无迄种秋冬季还是夏季交冬季的差别，所以伊的产能、产量、佮伊的品质稳定度足悬，所以就较袂惊讲因为外销造成问题安尼。国内市面上95%的芭乐拢是珍珠芭乐，但是伫热天品质是差真侪，口感嘛较无好。为此，高雄农改场希望培育出刺激热天芭乐市场的战斗型品种。珍翠的肉质较偏黄色，食起来较脆较油，滋味佮酸佮甜，糖酸比例适中。面对极端气候嘛，比传统的芭乐佮较有耐受度。它可以达到好吃的品质的条件之下，可是不用这么高的栽培技术门槛，农民会比较容易上手。将来珍翠芭乐拍算采取逐粒拢会当追溯来源，往高单价的市场通路去发展。10公斤介绍估计比珍珠芭乐增加10块。农改场已经甲品种权专属授权予潘天进，由于生产甲来卖知影，想要投入生产的农民嘛，需要加入追溯系统，或者是产销履历。记者林明丹昌为台北报道。咱过来讲，彰化县埔盐种芒仔果的农民陈国定，特别对国外进口无菌的培养土来种新疆引进来，还有日本阿鲁斯这两款芒仔果，一丛佮敢若留一粒，要专心种，顾好品质相当的好。把水的芒仔果加一喙甜佮脆，连民众拢用大头毛比赞。真甜佮真香。彰化埔盐乡的果子农陈国进，为着要种出品质好佮甜的芒仔果，14年来费真侪苦心，连种芒仔果的土拢是对外国进口。它是从北欧、北美那个寒冷地方过来的，那它那个土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几乎没有什么带很多的病菌问题，就是一个植株只留一颗果实，那会让养分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果实上面，那确保它产品的品质稳定度。为着高品质，陈国进的果子树一丛敢若留一粒果子。
而且伊阁特别在2种品种无同的芒仔粿，提供予消费者选择。阿鲁斯的网纹洋香瓜，它口感就是很绵密。那新疆哈密瓜，它的特别就是清甜香脆。好食的芒仔粿，互人一喙刷一喙食袂煞，连在地乡长嘛学了教。甜甜的味道很香，它让人很想说哦，我很想要再吃。咱台湾种的果子品质同人学了，即阵芒仔粿大出长着时，热天食了到地，实在互人心凉鼻倒开。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呵，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霜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清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面单。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要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
精致娇气，流下字，下字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田花，下字风台就出事，望正下字山影落地，下字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我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